黄宗辉牧师伫主后1914年出世，当时是日本人殖民统治台湾的时阵。1937年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，然后留学英国剑桥，摕到神学博士的学位。1948年回台担任台南神学院院院长16年久。台南神学院伫伊的手中，对一间破草厝真做有现代建筑甲设备的学院，造就袂少台湾人的传道人才。1965年离开台湾去瑞士担任普世教练 WCC 神学教育基金会的总干事，直到1979年。伫1970年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美国总统尼克森、日本首相田中陆续访问中国，周恩来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伫这个危机重重、台湾人人心惶惶的时刻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发布国事声明。一年了后，为了响应国事声明，黄宗辉牧师邀请黄武东牧师、宋传成牧师、林宗义教授共同发起台湾人民自决运动，通过国际舞台向全世界发声。台湾人民有决定家己命运的权利甲自由。自决运动互国际人士头一摆听到台湾人真正的心声。对日后美国台湾关系法案的国会立法有相当大影响，也对以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就是画拍的成立有催生的作用。1986年，黄宗辉牧师伫流浪海外23年以来，头一摆倒转去台湾。伫遐，伊有缘关心台湾的前途，拜访党外人士，也甲李登辉副总统等政府的人士。讨论建议，指点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。1988年10月27日，伫英国明主分调，伊讲：我实在毋甘愿，台湾人还未出头天，就安尼来离开。感谢你引带阮所敬爱黄宗辉牧师活伫阮的中间，阮就看见伊伫台湾、伫逐世界各所在，为着主福音，为着阮台湾的前途，奉献伊的全生涯，所做美好的工程。求上帝你亲自带领阮的敬拜，互阮通过你尽忠的劳碌的嘴，听见你为着阮备办美好的信息，互伊信心的体验，正做阮的体验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在内亲爱兄弟姊妹，今日我安尼有迄个无限量的欢喜，搁一摆到伫咱中间，甲咱大家三个敬拜上，差不多已经2年半久了。因为牧师娘甲我的健康无拄好势，所以袂通到伫咱中间。总是今仔日阁有得到即款的欢喜，实在是感谢咱的主的恩典疼痛，也是我爱伫遮感谢咱大家替我祈祷，有人写杯安尼安慰我、帮助我，所以今仔日会通搁一摆甲咱大家三见面。敬拜咱的上帝，我不止欢喜，不止感谢，爱伫即个机会，对心底甲咱大家深深说多谢，希望继续替阮祈祷。今仔日我安尼将一个题目，伫即个时阵，对咱的圣经所读，启示录21章所读。伫来甲咱大家三角想，新的天，新的地。这个约翰，这老约翰，拍算是一个长老，毋是一个使徒的约翰。伫个拔摩的岛屿，一个孤岛，受海包围。拍算风真透，海涌真大的所在。伊也讲，我看见新的天，新的地。这新的天，新的地，迄个面貌，也是迄个事实，迄个vision，迄个信仰。就是伫迄个苦难中的中间所注定。我会讲起即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就是安尼对破病了，医生甲我讲你有cancer，我问讲安尼要久到底有偌久安尼，我知影我通经历这个代志。伊讲4个月至2年，4个月至却有别个医生朋友的医生安尼甲安慰检查会较久。总是我那就讲即马我伫即个人叫做 Valentine， 是若用较咱基督徒的话来讲，上帝特别的恩典的下面。伫内面的生活，过去我的一生，无论做台南新人的院长16年久，是伫普世教联下个新人教育基金15年久，还是退休了。拄则那亲像他拄仔所读的圣经，安尼诗篇迄交托的所在，以赛啊。咱就有一款的快乐，有当时感觉亲像鹰鸟在飞。我拍算飞回来机是几百摆，有当时有那跑走袂亚线，当时讲行也袂亚线，都是头一摆到伫这讲就爱行乖的时阵，袂行也毋行嘛亚线。拢是伫迄个时阵，我倒伫迄个人伫甲因伫甲电迄个 radio therapy 伫遐10摆，我一摆倒伫遐，毋知怎样在想着新的天，新的地，真简单一生的内面，伫跑走的内面，迄个后面，心宽若是安尼。咱的教会伫台湾的教会，
也是伫迄台湾上帝孤独的时阵，伫讲起新个独立的国家，伫民望新个独立的国家。我即摆安尼22年后，离开台湾22年后，才有机会，才佫头一摆转去台湾。要到40年久，台湾是伫个戒严令内面伫生活，济人受掠，济人受关押。总是转去看去同乡新的民进党，还佫伫民望新的台湾。咱的教会也佫伫民望伫苦。到底这力量，咱头拄仔所读迄阵的圣经。即是讲有一句话讲，我是迄个万万米换新的上帝。Are you who made all things new？ 就是伫迄个苦难中的中间，人感觉伫即个地上。毋是干那黑暗苦痛了伫即个历史的内面，毋是干那咱台湾了有一个上帝，关心伫人的上帝，疼人的上帝，那创造人，伫陪伴的中间，还佫疼人的上帝。One who cares， 伫恁内面，甲咱相合伫做工。啊，毋安尼说，到妻的独生囝到伫即个时，伫遐对伊的独生囝，伊的观念，对伊的十字架，苦难甲人相担即个苦难，代表着变化万米和万米换新，迄个上。甲咱伫咧，咱历史咧，伫即个破病中间，安尼我常常想起早时我做学生的时阵，伫东京去读册的时阵。伫迄个时阵所读、所关心的一项题，当时台湾是日治的时代。我伫遐的时候，我伫读大学，读西洋的大学，读东洋的大学，读印度大学，安尼等等。迄个时阵，我头一摆开始伫读即个圣奥格斯汀。圣奥格斯汀有一本册真出名的册，叫做《Confessions》告别录、忏悔录。我会记得伫迄个我嘛还佫第几章，第11章，圣奥格斯汀提出一个真趣味的真重大的问题，就着讲影响。伫欧洲的即个思想，伊个虚拟统治的迄个思想，伊讲提出一个讲，时间是啥物？时间是啥物？拍算今仔日亲像咱在问，历史是啥物？伊讲时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已经无去了。现在这个瞬间直直在过去，直直在无去。未来的时间也无来，
所以时间哪亲就无。伊讲时间什么？我未问的大声，哪亲就知。啊，愈问愈唔知。伫咱的人生的内面，历史的是，历史是什么？历史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亲像一个轮环啊，直直说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， 那就在讲咱的轮回说，迄个时间。啊，是亲像一个 on and on and 直直继续 tomorrow， 总是无意思。那就是 Shakespeare 伫 Macbeth 在讲 ，sounds and fury signifies nothing。啊，是伫即个地上的内面，伫即个时间的内面，有即个创造时间，是伫即历史的主宰，甲咱三个伫。啊，迄个主宰。是创造上帝，是关心疼悲所创造的人的上帝，是伫咧万美的换心的上帝。我知影，咱大家在为同样一个人关的台湾真关心，啊，得跑走努力，检查因唔知影的中间。就是伫即个上帝的创造的力量、改换的力量、换新的力量，伫遐咧做工。若无即个信仰，若拄着动顿，失望的累积，即帮我转去台湾，出着袂认得，袂认得。我伫台北几年前，拍算50-60年前，60年前，也是伫遐伫高等校，当时高等校即摆师范大学遐读册时，台北，我是伫遐住3年偌久，免讲个向当时，啊1965年，我离开台湾的时阵。迄个台北即摆拢无伫啊，即摆拢袂认得。我即摆出去到地拢行无路，毋知影到底是伫倒个。含讲伫台南，我伫遐，毋是伫遐出世，伫遐长大，啊，佮伫遐教册我的工作。伫遐敢若台南县若入去还佫会认得，我若出去都拢袂认得。经济的当时。我倒转去47年的时阵，倒转去的时阵，有一日讲迄落做旧台票，毋知是4万还几万，变做1箍新台票。即摆转到伫台湾的非常的经济得个。我即摆转去拄是概念的，拄安尼。即个戒严令拄啊解除的几月日，啊，我有去就甲即个李环，即个啥，国民党的迄个，迄是啥物咯？叫做秘书长，秘书长，啊嘛有去甲做李登辉先生，啊，当时是 Vice President 副总统，安尼，因甲因讲。我拢对因讲，台湾若关系即个人权、民主、正义、公义这个代志，有亲像甲即款的换心，安尼台湾的将来就光明。若无啊，危险伫头前，伫当时啊。讲我互恁来有一人伫遐甲咧讲甲李焕讲话的时阵，啊，说就爱叫秘书长，秘书长讲话时，大家因是伫请，啊，高牧师也伫遐，真济洪秀强牧师也伫遐，真济人拢
几个人，咱的教会领袖去啊。伊是安尼，伫个入讲来谈论即个较严重的代志，莫干那伫遮教会。即李元讲，人啊，谈落到底，得到会讲到政治，啊，若讲到政治啊，即教会即句新个独立的国家，即句话得会出来，安等就安尼拍歹感情对立。啊，所以老唔敢讲者到落尾，因那就讲国不讲人家讲我个牧师，遮久毋捌倒来讲寡话呢。我就讲，我有讲3点钟，拢无咧，拢总讲，甲咱讲一顿。我讲咱做秘书长啊，哇，设备真乱。他拄仔讲即句话，新个独立的，那亲像真幸运，啊，讲即个对立。那论台湾，咱的政府敢毋是已经在行即个独立的路线？咱敢有想讲，咱的政府是中共的政府的一部分？咱敢有想讲，台湾这是大陆的一省啊？恁所在做一切，敢是在行哩？所以即句独立啊，阮教会毋是在的，阮教会讲即个新叫做要紧是迄句话心，到底换心？啊，是咱就讲，独立联盟的人讲有蒋独，啊，因讲有台独，黄信介甲我讲已经独立了，啊，即摆又讲迄个应该就独立，迄独立即句话真侪意思，你是在指导一个？阮教会所伫讲的就是即个新个独立的，即个新尊重人权。有行公义、民主的社会、的国家啊，所以他拄仔咱所在读的圣经，咱来看咱的教会部时常啊，伫个因即句是说的，教会伫讲的，慈爱甲真实三拄着，公义甲平安三进处，真实对地上发生。公义对天看落来，大部分的长老教会伫讲新个独立的教会，就是时常因即句话伫讲。伫遐，上帝主啊，上帝公义。若讲独立，这实在是已经真久就独立了啊！咱就黄信介先生所讲的，已经独立，都是。应该就独立的所在，就是这个新的也未到，这个新的也未到。做秘书长啊，我讲安尼，就我较理解咱教会所伫讲即个新个独立的国家。咱即摆你若要倒来，通倒来，搁通倒来，所以我想讲，检查要搁倒来台湾一行咧。我去找李登辉，当时李登辉时呢，我伫做台南神学研究，捌请伊几啊摆来讲。当时阮伫一个研究会叫做 Into the Second Century Together， 要进入这个，若敢若庆祝这100周年，这个咱的教会史的第2世纪，要做甚物款宣扬的工作？当时我也常常请丁宗义博士、彭明敏教授，啊，当时我有那请李登辉先生来台南神学院，啊，讲义啊，斗参详。当时伫咧工业化、都市化的台湾的中间，到底教会伫即个宣扬，伫即个教会的处境。当时我实在是想无到，讲即个农学经济学者，是后来特别，假做讲台北市长啊、台湾省政府
也是直到讲副总统，搁直到无拍算做总统。到底这敢是有啥物人计划？所以我去的时阵，我去找伊的时阵，也是伫谈论台湾的代志。等等的中间，我是甲伊提出一个问题，讲，逐个人海外的同乡啊，不只关心讲即个国安法来代替即个戒严令，是换汤无粒换粒的代志。啊，我转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也有济人，我拢听见即个心声。哎，我讲。一方面，恁讲要倒转来 Constitution 一个宪法的宪制；一方面，你则禁止袂使讲这样袂讲，啊，这是逐个人想讲是伫要掠人。我讲矛盾哦，伊讲牧师，矛盾毋是伫遐尔尔。矛盾了，佫真侪所在，总是照我的判断，这个时阵上帝要紧，就是新的方向，新的心理状态。对迄个戒严令的迄个统治的啊，特别状态对遐所生出来，这个都换方向。伊所讲的，甲报做即个李凡，咱们无相像。牛来了，牛啊弟弟，啊矛盾真济，都爱温润啊来切。啊无拍算，我倒转啊，即马我即马做。啊！我看李登辉现在也无计划这项代志，也毋知蒋经国有计划这项代志无？啊，国民党我想搁较无计划这做 by mistake， 伊诚做一个台湾的头一个台湾人的总统 ，by mistake， by accident，by the internal struggles， 兼在是，总是我是，迄个互万米换心的上帝。所以我到伫这年老的时阵，无论对家己的个人一生，也是对咱所听的故乡，也是对台湾的，就是牵条伫这个信仰。自然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毋是人所做的到，总是这个就是伫迄个咱一切都爱换新，迄个驱动力。这驱动力就是迄个互万米换新的上帝。啊，这对咱这换新的上帝，咱的信仰对倒来，就是对耶稣基督来。圣经有一句话伫加勒泰，讲 In the fullness of time， time kairos。啊，这做圣经不是在讲时间哦，真侪开。有一款的时间，就是 Kairos， 良机啊！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迄个 fullness 完全的时间，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主爱，而且完全发现。啊，对安尼，伊来起做者，所以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嘛安尼讲。今仔伫耶稣基督的人，伫遐有一个新的创造，创造伫耶稣基督的顶头，旧的代志、旧的结束、旧的画面已经一切换新，新的画面、新的结束，公义甲真实，主爱甲平安，三甲徛起。我希望咱大家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伫什么款的角度，
有即个信仰。世间是苦难的所在，譬如掉落去日苦刀，在死人也是安尼唱。啊，总是伫即个亲像掉落，亲像即个早起时的即个柳，也是讲即个苦难死时的中间，有即个活化的上帝。那活化的上帝呢？历史的主宰。嘅变化万人事，换心万人事，和一个新的创造讲出来。愿上帝祝福，互咱会起调伫即个信仰，精进好的精进，追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。啊！多谢黄将伟牧师用迄宝贵的正道。这是要请过会长老来献花，然后要请文家长老来讲几句感谢话。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真欢喜，有这个日子，真感谢上帝，互咱有这个机会，咱所敬爱的黄宗义牧师伫咱的中间，毋是干那伫遮正道，搁伫遮三甲敬拜上帝。牧师出世伫纯粹的基督教的家庭，伫三代的牧师的家庭。伊的阿公，甲伊的灵尊，甲黄牧师本身是拢牧师，所以讲起来，对传福音的工作三代，这是真大的贡献。伊伫台湾新乐院做16年久的院长。这大家拢知影，检察在座议员唯一的学生伫遮，伊所培养出来的新学家也袂少。佫一点，黄牧师伫台湾长老教会总会担任2届的总会议长，做真济美好的工作。咱会记得伫1972的时阵。台湾退出联合国，伫迄时阵，黄牧师以及吴东牧师有几位听台湾人的前途，因有发起一个自决运动。黄牧师伊伫 WCC 做7年久的总干事，伊咧做总干事的时。有一位真出名的新学家是南非洲的土著，伊伫迄个时阵是做副总干事，总是伊即马足出名，伊是一个真出名的新学家，伊有发起和平运动，做真济民权的运动，得到 Nobel 奖，这个人才。当时伫黄牧师做总干事的时，伊是副总干事。黄牧师伊若每摆来美国的时，一定拢会来union的教会，若毋是讲道，就是来探咱的会友。今仔日我代表union的全体的会友来甲黄牧师深感谢。咱过来要吟这首诗，就是黄将伟牧师所爱吟的诗，是圣诗第200
76首，北美的圣诗129首，276首诗曲我欠名字，请来念1首1节、2节、甲4节诗曲我欠名字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被上帝疼爱，甲圣神的相通，甲恁大家三甲地地，即时到世代无尽。阿门。